香港天氣好潮濕啦，啲女士好緊張塊面咧要控油啊。其實唔止塊面喎，頭頂皮膚都要控一控佢。點解啊？咁要請教我哋嘅法理顧問阿 Cat 啦。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因為頭油過多會好容易引致脫髮嘅。咁大件事？係啊，因為頭油過多好容易倒流入毛囊，令毛囊萎縮，導致脫髮。咁點先算係頭油過多咧？有冇客觀標準啊？教你做個簡單測試啦。夜晚洗完頭，等第二朝起身，然後用面油紙喺髮界或者髮線露出頭肉嘅位置按壓3秒。哇！咁多頭油點算啊？頭油過多可能係毛囊油脂腺出問題，咁就要用高效深層淨化療程，平衡水油分泌，再配合草本活髮療程，改善頭皮同毛囊健康。咁即係從根本開始改善頭油問題啦。冇錯啦，我哋嘅天然草本療程蘊含30幾種草本配方，可以有效減輕頭油同頭皮問題，仲可以延長頭髮生長週期，全方位阻止脫髮。嗱，各位女士，幫頭頂做好控油咧，唔單止秀髮清爽，仲有效對抗脫髮。想靚啊，即刻揾史雲信嘅專家幫手啦！